安怎今日你来坐个安尼远直直去直直我stand balik and then Buddha go why yet sit so far 安怎你今日来直直坐直直我stand balik and Angkura 则言讲佛世尊我今日则明白 what done have these things done to me 我所播施的物件是空的物件 devoid of merit 朗诵我就会点声无福经通听 and 伊啲播施啊伊是啥一个王的囝呢 and then 你知啊伊的好业啊真正济安尼啲大号10,000年伊淡淡啲本啊朗诵无一个有界这个界本是讲啦人若是有影有福啊伊人过伊五界但你人今日会受八界好较好所以你人的界若是清气真正好今日你看你啲报纸的点声无半人有界后头你学甲10,000年了今日你看你直直去直直个3百嘞and then 你看不大只讲你看这边正抽病啊这个名印达家这印达家今日你看一报纸一刀呢一报纸一追一报是这安努鲁达，这安努鲁达是佛一个这辈兄弟，伊本是做和尚，and then 伊的田间第一大，and 你看伊讲印达家，你看，and then 伊挖印达家，印达家你安怎样？但印达家才答应，伊讲佛世尊，这个报时啊，上到这个做菜会人。今日伊也米，伊也这个加上米菜，这个米这个米啦，6少的米。伊讲啊，我报时的点声，这个米啊，无咗济，实在报时知道无咗济，特别我下啲肥地，今日我下啲肥地啊，我的长生就多坏。then 这印达家才讲，就是我的啊，下真正济，特别我下地是山的地，所以今日你看印达家，那印达家他那讲，我下啲小的地方，特别肥地，今日我上啊一个做菜会人，也淡薄米，特别生就多坏。and 这边不大才讲啊。after 这内啊，这讲，这不大才讲啊，讲人若是狗啊，要报施的点声，就要用我爱讲叫金棒拉萨，想看应该报施我报施，不应该报施我唔免去报施。像啊，今日我若是这100分仙，咱有人看，哎呀，这个树啊，喏山皮包骨。你看，真正可怜。了，你今日看，报施好啊，报施好。特别我是你报施，我日我买一角100分，我也买好我10块银，我去买100分。今日你看到我皮包骨，你本去先，你本好我10块，所以今日我有20块，我买2角来吃。到我买2角来吃。你的意思是要斗卡手啊？你来学了，过加10块，你想看，本天我吃1角，今日你给我过10块，我吃2角。若是过一个较好，过给我加10块，我吃3角。我的命本够热地，我本来，所以你来想看，这个就是唔对咯。所以不大才讲啊 ，arms should be given with discrimination。爱timbang rasa 才好，甲咱的意思要保持啥物啊？要斗卡手人，而且斗卡手人是应该不到腰，应该不到腰就是咱的妈甲咱的爸，出家人，伊今日拢总放迄个，伊无爱虾米物件，累卖虾米卖，这个就是讲timbang rasa，不得讲。所以讲啊，真正济人啊，报施年去天顶，特别真正济人，我报施，安怎我无去天顶，我出世差不多有累啦。
但是我都无去天顶。伊对好的物件，成讲伊讲本啦，这个无类人啊，伊本啦，但是无类人伊人无解。所以话 then they give a discrimination to 有的人因为伊啲保持伊去天顶，而伫这边才不大才念这句话。Tinang dosa nikitani raga dosa ayang paja tasmahi vitaragesu tinang hoti mahapalang。这句话就是讲来讲啊，你看这做饭的人啊，这个草啊是一个家，渐渐就要吞累。人那是一贪，这个像啊一个家的拖伊进掉这三沙啦。所以今日那一个人啊要保持啊，伊看咧人无贪、无圣地、无功效，安尼款你保持，你正福的肥地 ，use abundant fruit。所以伫这边不大讲互你听，这个 after 这个伊伫出在行动力。落来我要讲啊，第二项就是讲啊，你看世间啊，钱啊来咯，因为佛经啊，你看达你伫做好，但是佛经有当时啊，把你身入的回想，了唔知牛甲唔知乱。And then 伊人回想本家路，按家路来做讲来讲去，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讲 quarrel among the monks。And 这个就是差不多第9年还是第10年，and 回想家路，唔是讲隆重的回想，有一个所在名Kosambi Gosita Monastery。那是你要在Kosambi Gosita，就是讲。你人读咧故事是萨玛瓦蒂的故事，而萨玛瓦蒂的故事迄边啊，就是这伊替老爸起一个暗，会记无咧人讲啊，tìm个囝要去角，未来一个人变好，而咱趁着做王的色体了，伊起暗互人听，而迄边的回想啊，把你才去做的回想。做到底这个暗顿的位啊，有一千的回响，按500个啊是对这个先生，按这个先生是加纪律，什么回响应该做，什么回响不应该做。按过一个先生是加佛经，点点地听这佛经给人听。所以两号款的先生，一号款是加纪律，一号款是加这个。佛经，你知无？那是回想啊，6月15甲9月15，伊人入沙，入沙的点声，我人做回想，我人真正严，我人那是起脏的房，了那是有一个水，我人用了个水啊，不应该讲啊有水个湿的水池边，因为虾米事啊？有的暗的水池啦有水。他定慢啊久放来生内了慢啊久一出厝 ，and then 你唔知你个睇别人看到有水，烧咧水伫涂骹 ，and 佢咧厝系死袂使。所以这个咩啊？有一个叫讲经的回想，伊入去脏的房，啊，等伊小便了后，伊的水村的水啊，伊未去倒迄甲了，伊放下伫。水池边，按这个纪律的回想，就入去看到这个水有伫安边，伊出来问讲，大马路入站的经是无？按这个讲经回想讲是，你放下这个水啊，你看当看的水，你知有水无？知，你知无？安尼款沙拉你破解咗。啊，伊讲若是有影我破解，我才找别个回想来忏悔。了，这个纪律的回想讲，特别你若是不走的是你伫放下的时啊，你唔知讲是无，唔是讲破解啦，你就无要紧啦。
今日袂要紧，伊大点点啦，好啦，安尼我唔使去找人签会，所以安尼就煞了，这个事就煞了。特别这个家事纪律的人啊，去讲我别人听，这个回声啊，伊做唔对，伊个无责任讲伊做唔对。then 嗰个人就听着去讲我咧讲经的回声，你做唔对，你知无了？嗰个回声讲你做唔对，伊讲嗰个人讲咩？伊讲啊，你做唔对，你个责任，你唔知讲做唔对。人讲，伊都教我讲，若是我佛教是我唔知讲安尼小块物件唔对，是伊讲袂要紧啊，算做唔是改啦。人伊这个啊，圣地较紧讲，一片话，伊教我讲，若是安尼哦，唔使去签会袂要紧啊。伊讲一片话，你纪律的会上讲，哈，伊讲我骗话，我都无骗话，哪人假咯？这假咯，你知嘛？假咯个真正忝，这假咯个真正忝了后，安怎做啊？伊阮个红公，阮听经，阮赶紧有爱听经的讲，这个对。你爱听记录讲，这边对，所以红公阮红公假咯，天顶阮天顶假咯，拢总占，人讲是我这边，你占我占你，所以天顶阮假咯，人阮假咯，这鬼阮假咯，人到真正乱，暗尾来人去斗我佛听，佛再来讲，伊讲啊，这个记录的会想讲啊。我无讲骗话，伊讲我骗话。我今日出一个叫做 excommunication，excommunication 是什么呀？过念讲，迄个回声，帮伊袂使做回声。即个帮伊做回声，袂使做回声。只讲我都无做，虾米唔对，虾米属于帮我做，唔使做回声。所以这个事愈发愈大。三摆尾来讲。愈袂正袂，就往人讲袂使做回声，即句唔对。咱愈知讲即个是唔对，伊若是讲愈安尼啊，愈嘛是讲回唔对去咯，无事。所以安尼直直咧，佛讲啊，愈分凊彩，伊分凊彩，两人无事，袂掂。第二道袂掂，第三道袂掂。袂掂了，尾来佛看，哎呀，真正坎坷啦！他那伊阮回声不卖听我讲话，伊是一个佛来听卖讲话。咱都人看有一条声音，大伫人一个大伫咧咧财务的对面，你看一只枪甲一只狗那边有伫那边，佛在到底尾来看。人本安尼有当时啊，安怎乖安怎好的回声，小看事若袂晓看破。And then， 伊阮今日我是一个三不大可看伊人，袂听就是袂听，伊点点讲我对，甲了是我对，你对，甲了是虾米啊？我的，我人对。伊做讲唔对，我帮伊做回声。不得讲啊，你安尼小看物件，你帮人做回声。安尼好似靠讲，我今日做到半死才请到假死，今日你帮我做回声，大唔甘愿。And then 尾来啊，佛看破，到那是安尼卖啊，佛就闪开就去阿咩，去伫几哪个所在，去哪所在去偷食，了掂无掂。伊摕个物件，伊去扒，迄个扒就是迄条声，去伫迄个扒的位。所以去伫迄个扒位了后，安怎做啊？伊住伫扒位，向边本有一只鸟，这只鸟是巴里利亚甲迄个鸟，巴里利亚甲啊，正实啊，若是你看佛经的在内。白日伊本要来做佛来，伊是菩萨来。特别今日
and we sit by 伊来做回想，特别你看，伊伫做回啊，伊他来是做桥，啊，等伊做桥了后啊，伊自己也点无点看，大去包伊才回想，这桥无对来个对去，讲啊，哎呀，我甘愿要闪开 ，and then 伊本走去咧包位 ，and 走去咧包位了，看到佛有伫 ，and then 伊知这个是。萨玛萨布达来 ，and 伊过咱的佛 ，and 伊过安怎样？你看咧，小英你看，伊过条佛 ，and 伊过下滚水互佛 ，and 伊安怎下？伊摕茶甲茶直直磨，甲做出粉了，了伊用伊虾米粉安尼下了咧粉就着火啦，了伊就一本了变倒了啊，下巴肚，你吹伊这枪在吹这物件，直直来，直直坐，按把肚直直烧了再夹一支茶，撒咧把肚，落伫一个窟，按这个窟若是热，伊用伊这个光去望下，差不多热了，伊去吹佛，佛时阵滚水熄了，就去蒸热水，然后伊去吹巴，吹虾米物件，所以日伫讲，按暗暝佛伫坐前。伊夹一个茶，起来伫倒对，安尼过真正好事了后，尾来顶面一只狗看到讲哦，一只鸟伫垫对安尼样，咱伊本知爱来做好，所以伊吹着一白的这个蜜糖来，安尼吹了这蜜糖，伊就夹互佛，安佛。接受了，你看这只狗，个真正狗啊！伊要看佛有食无？特别佛再讲这个啊，各有业出个，佛卖食了后了，伊就安怎做？伊就夹了蜜糖来看了看就一只，所以安怎一只咧。蜜糖仔呢，伊夹走，再夹走第二道伊个波斯吼，然后佛才食，再食了后，佮再狗就是狗啊，伊若是欢喜跳上啊，人个跳上啊狗，所以大跳来跳去，砰，歪子，随拔倒，随拔倒，了去出事伫。到我顶山迄阮独立天做一个红光，正这个红光就是有个人通啊伫拜，你讲是大圣爷，你袂使讲高地天伫对的，这高地天伫对的故事是无影的故事，真正侪人问我，是无大圣爷是这高地天是无？这个我讲了听，这个人写这个高地天的故事啊，伊是教的人，伊会晓佛理的人。你人唔信，今日你看，若是你伫坐禅啊，头一项你人看到虾米？哎呀，是安怎啊？我坐点要看来生佛灵啊，十声直直来，一项声，搁一项声，搁一项声，搁一项声，袂大点啊！阿莫话讲 ，the monkey mind 直直作乱。高铁天是虾米啊？高铁天正是 monkey mind。你会叫你若是看你故事啊，佛怎么好你个三藏一个课？你讲那 monkey mind 若是上歹呢，你摕一个课咧 monkey， 再考着 monkey 来 monkey 怪点。这个就是虾米啦？你若是坐拍倒咧十声，倒咧十声点了啊，像一个考掉咧monkey mind，伊无乱走了，乖了，点了，清了，会关了。所以这是高地天是monkey mind。第二项你知无？是这个叫做杜八怪。杜八怪是虾米来啊？约会，你唔是你看咧高地天的故事，伊看到查某来对来对去，约会来。
所以这个什么就玉灰点那么的对。嗰一个山顶，人看什么啊？圣地，几粒要拍，几粒要签，你看伊看，伊签你看。这个什么啊？探亲戚，所以真正多人啊，大圣爷，你古时去甲三庄安尼，这个甲了唔着告诉了，占卜来甲占卜去。所以今日啊，若是讲人来是拜这个啊呢，我这个免讲，我讲淡薄。所以这个忘记今日出世的天，这个啊道理天公大位。这里有佛，有第世间的今时咱目见人有一日捌去地顶，伊看着这个忘记，做红光了，咱佛教的今声。因为伊在讲，只忘记啦，互你互佛一个笔糖，咱欢喜，咱你看伊欢喜就变做红光。所以到个一个坎站了就无真正坐月日啊，这人就问说，按照佛无伫啊，你在3月日，6月15甲9月15，3月日无伫，咱你在按照样即系。大人啲保死嘅人就无掂去问，按照呢这月日啦，无看到佛去倒落，and then 即系回想啲牙路嘅就讲啊，佛今日啦，我想是走去至巴黎利亚街嘅巴 ，and then 啲受气染病，后尾所以去啊，咱会啊，正到啲巴一人住啲个啊，咱都无去，按照样 ，and then 伊人讲。是我人唔对，牙路来个牙路去，咱在个人就想，哦，这回想渐讨价了个加讲话安尼济，办的人，你人只咁几粒牙路，唔免害人食，你在500个回想，这边500，那边500，一千个回想无通食。无通食，则回唔着 ，sorry 啦，你 sorry 我 sorry 你，但是 sorry 人不买好，还没说买好啊？你人老人回唔着啦，讲无事啦，但是你就要去回唔着个佛，所以伊人讲惨就要去回唔着，所以你看3月日伊人受苦，这牙路回上无虾米通食，无虾米通食了买来啊。这个安那达宾利加、甲维萨加、甲这个巴西那里昂、甲这个隆中大粒的隆中去找安南达，我人要看佛，我人安尼久闹3月日无通看佛 ，and then 伊人就安尼做，到拢啦去找佛，互我人看 ，and then 安南达甲这500回上去了到甲这个巴田啊，咱入去，这500个大伫外边。这咱这入去呢，你看这个回这个墙长出来，想讲要来要来做乱户，你看伊高甲真正好哦，好你无一个人会入去两边，堆出来，特别这个不达讲，巴里利亚加，这个是我诶。啲国外回想 ，and then 你看这国内回想呢，这个墙都迄角互你查 ，and then 伊要摕安南达的碗甲伊的麦，甲伊的咖啡，特别安南达就青惊煞唔敢好了就这入来了安南达你知无啊？回想来要去行。正就要去在佛大位，佛大位啊，一个所在一困的所在啊。你咱要想要去下这个麦，甲这个啊，这个墙本高紧看咱要摕这个麦，甲这个咖啡，看有下伫佛的门窗无？特别咱要食，看到这个安尼了，伊摕伊麦甲伊这咖啡，伊下伫涂骹。这墙把你才知讲，哦，这个有礼貌的回想。咱佛问讲，你来几个人？我来
500个，恁叫这500个来，这500个才入去，才入去了后，这500个讲，佛世尊，你带伫这个巴，这无半人伫面对你，追伫告你。And then 这布达就讲啊，到你带伫这个所在，迄个情形啊，无讲好的人话你，拢总伫暗沉沉教落来教落去，较好你若是出家人，离开迄个所在，家己带一人。因那如果出讲啊，若是你带毋着所在啊，你闪开。安尼遐边去几啊500个和尚，一人真正9个千去，一人就买来前边谈了4个罗汉，了啊，一人叫佛讲，真正一人伫天台叫佛对，咱佛想要去，特别直接抢砸，咱无人会晓看，了人问佛世尊，虾米事点无点，这个抢砸我人，卖互我人。哦，这个听讲啊，我要布施，所以安怎做啊？一扎了佛讲啊，应该你就互伊布施，所以这和尚煞唔敢转，所大迄边，这个听就安尼直直去伫巴，伫看啦，这巴的规矩，啥金蕉啦，这虾米拢总来布施迄个自己，布施了后了。食饱了，才会想个想要转，等这个抢个砸。佛世尊，伊个安尼个砸呢？哦，伊贪啊，唔互我转，伊要叫路人会使转，要叫我大伫巴。咱教咧点声佛讲，巴里利亚加，我是人，你是禽兽。你袂渐渐对待我安尼样，教点声我就要去度互别人，and then 教这点声了，佛讲我就去度这道经互别人，and then 伊就教到这个教到8件一堆，教到8件佛讲巴里亚加，真是8件，过了这个8件，你袂使出来，你若出来。这人正就做乱咯，所以伫遐边啊，伊家己常讲broken hearted 啊，就安尼伊死伫遐边。所以今日恁来是看伫道理天，有了一只盲鸡甲一只鸟，去做红光伫遐边。and then 你知无？这去到遐边的时啊，去到这台湾暗啊。这会上拢总就是压落来压落去，拢总会唔着。特别人会唔着的点声了，这发现那里王阮真正王咧。伊讲啊，佛世尊，这会上做甲你真正袂大之病啊！我无爱互伊人去伫我的国家。and then 佛本土讲啊，伊人是一时伫去圣地。但所以我逐个讲啊，你人唔通去圣地，你人来是去圣地，你人是小人。这里看一个人啊，伊万若是无去圣地，伊会叫伊妈妈，你来去圣地是夭寿，是臭落，是地命，佫唔爱死。所以这个你看无啊，一喙会讲安尼款的话。所以 actually 若是人去圣地，所以佛。要求甲这王讲，互伊人入来，伊人一时人是，伊人正是来修行，要来做好，特别圣地国有也未清楚，特别互伊人入来，买来伊人甲了本是成功的人，咱毋是讲这个八仙那啲王呢呀，那特别你甲不卖互伊教伊暗，佛本就讨个那特别你甲。好啦，这个会上去，伊人甲了本是好人，咱这个伊人买来才因才互伊人，咱伊人去叫的是啊，达咧
来到暗，到了一个会场讲，假如到了一班，人就唔见哪一班的人啦，哪一班的人啦，哪一班的人啦，真老班，所以人家己见笑，啊，得见笑了，把你大啲人，正人济济啊，拢将这一情嘅跪落去，忽时阵，一时我人讲，听了嘅时会再讲，无听嘅时会再讲咩？未知。所以我人教路人搭过，假去夹这圣地，这圣地无好嘅物件，虾米物件真正好嘅物件，攞去放下，这个圣地路人买放下。所以这个就是第二项，今日我要讲嘅，第三项我要讲嘅就是Devadatta。Devadatta是正，佛教人那是耶稣哈拉，耶稣哈拉，伊个嘛生耶稣哈拉。tapi palebo ko sen jile Devadatta， 都起来就是一啲做事达到太子，伊个某是耶稣哈拉，要算是啥小弟安尼样。and 这两个样Devadatta甲咱个佛呐，一项个物件来咯，一甲暗元首，and 这个元首就是对伫大陆起来。就是对这个叫做元首心，真正济人未晓看破，在这个世间，有时若是无欢喜甲一个人啊，伊人讲哈ram的心肝，到若久了我就要对决甲你，我无爱看你，我无爱，但是我莫拄着你面。特别人讲啊，元首路真正会。and 你来看，有个人啊，今日所拄的物件，安怎我的囝安尼歹做我决心？伊本是甲你元首，今日到底要来对决甲你，是最做啊！你人两人结怨，你本讲我莫看你，你本讲我莫看你，特别看着你，嘛达石壁、如林、臭落、死欧笑。四地名，四乌龟，特别是马甲巴，囝本是像，所以今日你看，有一条小影乱看好啊。这个是对伫大陆来啊，小看的物件，特别你看人的毒安怎样，一日饮水，咱的菩萨。是一个好的人，伊看饮水，你抓到饮水啊，伊看到一只阿咩鸟鼠尖条的水，四面甲了无长无虾米，所以直烧，有一条插头，伊尖条咧插头，特别无虾米通食，无虾米，所以救一只鸟鼠。他点嘛了，佢看到一只蛇，伊救一个蛇。你人唔捌看 India flood 的时，你看今日人看 Bangladesh。死咗几百千个，所以香槟啊 ，actually 是啥物事啊？你看你幸福港的港脆，甲个一个是叫做 Brahmadatta 唔知港，两条港啊入来，这个两条港啊是一千到咱这个马来西亚港第一大，港本较细过咧。这幸福港，这个幸福港甲这 Brahmadatta 真正大的港啊，真正济人大伫遐边，因为虾米事人巧，虾米事人巧了大伫江边，我讲我听，江边啊有一个叫做River Reserve 上面政府则无互人袂使卖互人，因为这个大伫江边的物件。了人去打这个这所在叫做 River Reserve， 伊人 River Reserve 是算10几条，你去打厝伫遐边，暗暝若是个半暝遐边啊落大雨，落着就知无？遐边大啲夜咧江的头的位啊，较大过马来西亚的所在，遐边落雨无停。加南一点钟，伊水若是流来，你走无咯。但算算8千人会死的，所以来到伊港啊，真正凶。你安怎走？
这水直对，你走去到这个所在，那伊去了，伊讲四面你就围了，你什么呀？伊烟我无像啊，咱你这边的像海的烟啊，伊大烟啊，所以你死下济。所以大地上边啊，这个人救一只甲达布鲁啊，一只这什么啊鸟鼠，甲一只蛇。咱你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正是太子来，伊，迄个太子本是啊，到底啊，你在去太子去长的讲的是，伊落在甲了祷告，特别伊太太只讲压车，伊把甲这规这个伊鼓励甲了讲，放我去死啦，个拄好讲的饮水啊，你水一来是。该康放来老啦，直去，特别无那就会晓受，都直滚用，所以人看到这个菩萨看到去救伊了后到了对去救到这个所在，过一鸟鼠，甲过一个蛇，去火了，和这个蛇甲鸟鼠大瓦边啊，咱伊呢看火都死鬼啊！鸟鼠一个，蛇一个，我是一个人，伊无讲。你要是人啊，伊不要紧，伊就在那啊，咱伊安怎做啊？无钱，伊落一把沙，尼压这条沙讲，安尼坐粒的沙，安尼坐到我见拄着路，见要还手甲路。这个原色，所以有的人啊，那是加路几粒的时啊，大啲街路加大nhau，咱有当时礼卖水水，礼卖白母，要个路若是做天公，你会看无一个囝压一个兄伫礼卖，所以你会看有的人真正毒安尼样。所以这个你看一把沙来压，安尼坐粒沙，安尼坐是我要对决你一项。你做啥物我要办你做啥物我要办你。所以你人看好啊，前过我捌讲啊，无这菩萨的经，人要成佛啦，无安尼会讲我要做佛，我规只和尚我要做佛。你听好看，我搁要讲过一道。一个人今日要下愿讲，今日我要成佛，伊就要过一个时期叫做曼诺班尼达那加拉，点想咗久啊，9个千支甲18千大甲，9个千支甲是啥物啊？9空140粒的空，啥物啊大甲，安尼直想啊，你来要算点啥，你袂晓算啊。No computer put that figure， 想讲我要后过要成佛，后过我要成佛，唔敢嘴讲点想。想了这个力，未来直上，咱到个第2级，伊是我只把你打那家啦，嘴讲讲话，这个就要做久啊，7个千支甲甲18千大甲，伊马路才讲，八日我要讲讨做佛，八日我要做佛。这开嘴讲了，八日我要做佛，伊朋友会分开做2派，一个派要笑伊讲，你面地做佛呢，人笑咯。搁一顿的朋友，强起落来心安尼好着，互你成功，所以大致这边第2站的点声。嘴的口业伫讲后，伊朋友分派做2人，
所以今日你人要明白，你要想达人做你朋友 ，impossible。今日你来看佛，伊成佛，伊玩笑人无？真正济玩笑人。And then 哈密是玩笑人，达过一时、两时、三时、四时、几十时，因为伊人。你食条面，你食条面，你食条面，伊点点讲安尼话，伊调了这个物件，所以见这个人伫做好，伊来反对，伊来做好，伊来反对，伊来做好，伊来反对，先靠伊的行动。你人若是搞，伊若是要做啥物，沙土甲你，互你成功。你若要做去食，沙土甲你要做啥物，你做。所以这个第三道啊，伊就要拄着正这个佛，按大啲佛的面前，伊跪落讲：八日我要成佛。按佛教的讲就是伊拄着人定佛，伊把你才下来关。所以这个三项是心所想、嘴所讲、脚手所做。按你要看，你看这个啊。因为这我下了这个愿，你看伊所逐个所做乱啊，逐个伊拄着咱的这个大马佛啊，逐个伊做乱。有一个斯拉万达的故事，你看伊安怎做？伊是一个官，特别这个官真正敢去王宫，去创治王庙，买来就王赶伊出。这个官买来那就去参加别个国家，叫拍倒这个王。你看伊安怎拍倒这个王？这个王啊是咱的菩萨。你若是要拍超的国家，后头伊真正变伊无做乱，伊大点，伊讲你要摕我国家你摕。特别你看，后头摕了不要紧啊，人掠伊，人绑伊伫这个枪顶。阿摩棍、乌头、大甲伊阿摩棍，安尼摇呢？你看，伊大地咧，甲参拜伊的这个一千个官，拢总绑掉，要互这个山狗来食。咱的菩萨安怎做？掠伊，你我在打叫咧王掠伊。你看，伊要害这咱菩萨死捌背，有一日压卡来要食死人的点声，了抬无病了，才叫王讲，你抬我人可以白白。咱讲我的手着绑呢，我人救你，压卡救伊去了伊死，咱伊食，个压卡是妖天妖怪，摕王的物件来互伊食了伊抬咧路边本好事。咱压卡带这个王去见咧王，在啲房间困伫房间，这王甲这王两人白甲变好对对。所以你看无啊？跟逐个要拄着是要害咱的这个菩萨，要死。第二道你看无啊？这地瓦达达，伊出世做咩啊？做王，点啉酒，咱安怎做？一日到花园大啉酒，查某拢总看王伫困了，咱来去行看，咱行看到咱的这个菩萨在伫张卡伫坐禅，所以这查某我去了叫。咱的菩萨讲淡薄经，你万一个王请起来看，哇！我查某甲了去倒落，去听经。咱你看，这地我在带伊他那做王安怎做？伊讲你做啥物？我今日若是一个圣人训练啥物？训练这个控制啥讲？训练讲啊，巴拉米是叫。我人做我会吞论，我吞论心。你搞吞论心啊？吞论心是啥物？我袂晓。
ทุนซิมรู้อันจะ做ว่า冇ขี้行我呀รู้อันนี้有咩ว่าสิ呀เนี่ย呀เนี่ยโหยาตัวตกหลังเลยขาตกหลังเลยชิวตกหลังผีข้างตกหลังเฮียอุทุนนู้นบ่ทุนนู้น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ขาว่าชิวไม่ใช่กว่าไรซิมละจะจังว่าสิ่งที่บ่เดินลูกขวายองขาดทัดแล้วทำไมล่ะกูอีกากีบุญว่าโลเตเกจะนอเต้าจุลดิบดำมาปาลังลูกขวาบ่เสหันand then จะเลยเดวดาตาโจองand then อีคิตาโลองเหนียวจะไปกุย and then แกจะองเหนียวบาลุโพจะเลยแกงบาลุกุยกุยจิต and then ลูกขวาอีองจะแกงกุย and then องเหนียว講哎呀จะเลยแกง是太祖嚟唔使กุย啦都可以啲食令不能介我起嚟กุย嗰就要斷啦嗰就要กุย所以องเหนียว冇攰，就冇攰啊！伊打手了叫我咩？叫你枕頭嘅人嚟，這個囝，因為這個囝，我係冇禮貌噶哇，也都剁我係囝嘅骹手當中，幾個月呢？這個是對啲大陸嚟，咁了就對這個關，所以好多跟住嚟出事，第二個囝，伊要拄着。因為做嘢，所以你看，畫啲讀，按福建嘅再來講啊，上加一個 bamboo shoots， 竹筍啊呢，插，四支卡手攏總斷，都本來呢，伊都冇怕插。按你若是要叫我講啊，我係想會講啊，20-30條嘅這個故事，咁了是這個你話得得。漸啲害咱嘅布達，and 這害咱嘅布達了啊，and 攏總個了是一個漸起天頂，一個漸落地極，and 女人本是上大啲這個世間，為你來聽經，直做好，為你啲外面直亂來亂做，特別嗰個西洋波，女愛呢，我去得咯，我要去暗。做咩？報事啊！女哦，冇啦，嗱，整個10塊提起啦。所以你本阿姨 ，because 伊真樣好大量噶咯，你咪來啊！我免來啦，免來了去得咯。我要去北威啦，我做啥物啊？我要去客家，我要去大陸啦。所以這個你是想啥物啊？你想話一個啲做好，一個你啲做惡。大陸一個有紅姐點來的，你人看。我家己本嚟看，咱紅姐來平平，逐個就要拄着，要平平去，平平做，平平一時個一時，真正清，真正利，真正快樂。甲伊這個無去天頂，伊落地嘅，伊大3600萬年，伊用過了拍落來做人，安尼報時，伊會出事好嘅人。按這邊經過亂做了，你做啊？一個可以冇累淡薄啊，累薄。有個3600萬年，有個起來拄落去呢，這個拄着呢，我愛你，你愛我。得落來啊，呢個正是你啲感情噶我啲感情噶你，特別你起來咯，我起來咯。There is this danger. 嗱，你人那是會曉對，去大陸平平做平平，所以這個就是啊，你若要叫我聽，安尼款嘅經本真正濟。所以你若要叫我聽，你講啊，這個菩薩嘅書就是真正濟。特別我上後個禮拜我要講啊，聽這條經，這條經是馬哈巴里尼巴那嘅書達。佛要離開世間了，所以我今日講你聽歷史一行章，看下我哋講about伊啲受這苦，點樣啲道啲團經，and then 未來伊個
咱的魔王讲4月之后，我要离开世间。And then 你听话，大家非常得青惊，伊 reject， 伊放迄个伊挥手。And then 佛教的点声，伊才想啊一个阿爸要离开世间， then 伊教伊囝。大弟大佬伊讲还没经，大弟大佬讲还没经，大弟大佬讲还没经。And 一句一句，你人要写字过。过了个近2礼拜，我要贴一个经，互人明明。大弟大佬伊讲还没经，讲还没经，讲还没经，拢总甲了是一个安怎脱离一个苦海。到到这边，我就是讲啊，佛直直老了。And then 伊教咯，头将伊爱伊的这双脚团结，买线。And 第2项伊教，安怎要直直去，直直行，直直去，直直行。若是离开这几条路，佛经、佛经，拢总要失败。所以到这边差不多1点钟，我后过一个2礼拜，我才听互人听。差不多过个2礼拜，我就要听好了。这个2礼拜啊，你人注意听好好。像我一个阿爸，伊要离开世间，伊交代囝。actually 伊交代囝孙，我人是囝。咱都人成孙了呢，听好好，对着离开这个苦海，今日这个世间无一项对你去，你来空空，你去空空。今日你好家人，你这个好家人，名了好家人，拢总是世间的物件，互你照用、照清、照大。拢总是照你的，你去空空。你人若是会晓巧本好，互你照受苦淡薄；互你若是大富贵，互你照富贵淡薄。看你会大热心气味，所以一个甲你听佛的假使。And then 请面什么呀？挂迄个这贪嗔痴，所以到这边为止。所以咱来回想，伊当命也的人好度，苏吉达红度也的哟，伊当命也的人好度，苏吉达红度也的哟，伊当命也的人好度。Sukitang huntunya tayo itawakta camhihi sambatang punya sampadang sabe dewa sabe satta sabe buddha anumodanto Sabba sampati siddhya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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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budd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dhamm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Bhavatu sabba manggalang rakkantu sabba devata Sabba sanghanubhavena sada soti bhavantu te Long trong bình an.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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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ohi uposik Can chỉ tì chập tì chứ lê hút ở lịch sử ở cao su Và cả cô cái chỉ tao xin nó tao tụ liao leo chứ lê chỉ tiểu kinh And what you call about chứ hút ý hút giao ở chăm xa Cả chế
วดาตาป้อยกัวอันนี้ที่อุแขคังโอฮามีแล้วลองจ้องแล้วโลไหลอาติติคียป่วยไหลเจเลสาริปุตตาอาเจเทวดาตาอีสิบไปโลเตเกกวะโลเตเกก and then คุเจ้าอาหุจินีเหล่าแล้วเก่าก็จิจำเสียจิเหล่าแล้วจำเสียอีบิงปิกก้องการจิตอีจำที่ถวน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เองไกอีจะเวไรเสียก้องบันเบกกาเอวจริงก็จะเลยต่อเตะหาเตียวเอหล่ออันหุเจ้าสีชับตัวหุปุ่นสีเบชิจับกุยหวยแล้วเอาอันนั้นอีปูจิอีจมูอีก้องบิกูว่าเบกกาโลหลังจะเลยชิดหูควันจะเลยจังแกจะเลยชิดหูควันจังแกโลหลังน่ะสิตุยแล้วโลหลังขีตาโลจะหุเจงจินจะ平安จะเลยเก่งจินจะ平安อันเขาจะเลยจังแกตัวสิก้องว่าหลังจะการที่ชุกแก่หลังว่าหลังไป做还没物件ว่าหลังจะไป开会现在这个人ไป做会上一般就ไป好袂使讲一个会上接受一个人来做会上袂使就要上帝做五心的人来接受and then 一人就要念这个经and 这个经个了就是叫做伽玛瓦扎会上的meeting会开会所以头前讲出家人你人去大陆有当时人叫这个开这个会你人就不管是就交对这个开这个会这头一项第二项讲这若是开会的点声这开会的点声初开会袂使假讲话袂使假路你在有的人meeting的时你激我激你骂我骂你笑我笑你伊讲咱袂使初meeting的时爱和合到底当分别和合 and get way 开会了分别和合这是第二项第三项伊讲你出家人because 你人的对纪律就是会上的界227界 and 伊有讲because 你人去到路这个界你人唔通直讲天有的人伊讲我人修有的讲你修几界我修8界我要修10界我较要赢你这个是你加天2界买所以不得讲当时讲你界是安尼样你对紧安尼样你唔通过天第二项伊讲这界是227界你唔通多减有的人这个我免对啦迄个我免对来刮减and 第三项伊讲对紧你界227界清气庄严这是第三个这个条件第四项伊讲出家人你若是去到你看到老和尚伊做和尚真正久了的你应该听伊讲了伊教的物件你要对来有礼貌甲这个老和尚and then 你要尊敬伊 and then 伊讲啥物话你要对敬伊第五项唔通贪心今日你来出家做和尚了到和尚了你啥物要买你唔通贪心 and 这个贪心就是对讲这个人无明白这个我见有伫人若是我见有伫渐爱讲这句你猜住的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迄个是我的这个是我的名声这个是我搞我这叫做我见这个我见甲了唔对到你来出家这个我爱挂迄讲第六项伊讲你若是讲要做出家要做和尚要平安去到路
你要接受讲啊，唔通渐渐讲啊，流热啲前边，流热啲这边，你要清静大点点，那是下呢大啲巴，还是大啲你暗点点清静。唔系讲做会上了，下晡我无做虾米，我要去要别个暗去行行去看，袂使拢总你就要家己一人清静点点，solitude 伊叫你。第七项伊讲啊，你啊，你 mind 就要 self possession， 虾米啊？不管是这边在讲啊，这个我不应该做，那个我不应该做，好物件我要该做，这个要该做。这个七项，伊讲你若是对应这个七项行，你是进步的人，你未失败的人。过了后，伊个讲过七项，你人但是要对这一吨一吨的七项。第二个七项是啥物啊？今日你来做会上，你唔通占卜做会贪胜利。有的人啊，伊啥做会上，了伊去倒落，伊肯变这个物件真正好，伊买。有的人伊去买只蛋糕，买到几百钱来买到这是做生意袂使，做放迄个这个生意袂使做生意。第二项，你唔通借紧了渐渐讲闲话，迄个人抄人，迄个人抄人，这个人抄人。到你出街做会上啊，你顾你家己可以清气，莫去讲人。